吼，咱遮咱拄着见的时阵吼，咱嘛去。你是自己嘅行嘅，如果呢，咱来做一条嚟讲吼，有我跟人讲，传做英雄才成之路嘅，吼，咱就基本行，而且咱迄个五色，只是规划叫落来，摸上白头汤，今仔咱会做，今仔咱会一切咱在轮回，就是我，咱你成日讲，幽默就是一生就是因为我。所以呢，咱这古啊吼，咱若讲吼，爱讲多少自我，放大他人，安尼咱渐渐啊吼，就会伫咱人际关系上会渐渐拢会较好。而且这考试真正是会晓开智慧的，因为咱讲，日日咱一直甲学啊，你正常的分数咧甲咱对付哦，咱若一直甲看，一直甲看。无影响咱上分数才甲讲话安尼哦，咱是讲好个时阵，咱就嘛是要甲咱讲，咱嘛听是讲嘛是甲讲，若是做家咧看，变成咱上分数才甲咱讲，因为咱遮听无啥了解的时阵，咱遮才会想想，我知是安尼啊，就变吼，是要讲去做过程吼，我来，咱今仔日咱嘛当着咱经济的时阵吼，迄个经济甲讲吼。经理甲哥本，我来吼，伊就是咧讲到，咱用咱心，咱的经济系算真了解，咱的经济系算咱会晓去做到，但是咱如果去做一个迄个结果，但是就是讲会当回落到咱迄个钱的分配，咱最主要是到家，所以咱还是财前啊，最主要是遇到家，这是我害心的啦，感谢各位。好，这个挺努力了。